歹势哦，因为今仔日的经文，其实我是爱安排到第9节甲第10节尔，煞无拍算吼，加一节，不要紧吼。伫咧今仔日要做伙来思考上帝话语吼，是记载伫历代志上卷第4章吼。伫遮有讲到一个人，伊的名叫亚比书。咱今仔日先小可了解一下吼，历代志上。历代志上悬的写法吼，即卷册的内容吼，第1章到第8章吼，伊拢咧介绍，什么人是什么人，谁生谁，谁生谁吼。你若读经的时阵吼，若是一直看谁生谁，谁生谁吼，要看族谱吼，其实很容易睡着。但是，你嘛。不认识这个人到底是谁？在圣经里面是属于便雅悯支派，还是犹大支派，还是谁的支派？除非你爱伫圣经内面去对照，伫无同款的所在，这个麦克风可能要小声一点点，不然我怕大家那个耳朵会太刺耳，这样吼。咱若是无对照，咱若不是。去对照其他圣经所记载人吼，因发生啥物代志吼，咱其实是做恶记的，是安怎要安尼记吼？但是我今日毋是要去分析讲，即个人代表啥物意思吼？但是我要讲一个概念吼，是讲，若是伫圣经内面，有人的名吼，去互作者写入去吼，通常拢有。一寡什么代志吼，值得上帝要纪念的，也是讲上帝要提醒读圣经的人吼，去留意的吼。若是除了伊的名以外，佮加写一寡吼，就表示讲上帝爱咱留意吼，去注意什么代志。亲像亚当的曾孙吼，以诺，伊伫65岁了，甲上帝3冬行300冬吼。就无见死，就无看到死，就受到上帝接去。毋过伫圣经内面吼，其实无搁较侪去描写讲，即个甲上帝3冬行的生活的方式是生做啥物款的？我们其实很难想象，以诺在那300年跟上帝同行的生活样式。但是我们会不会很想知道？那有一个人甲上帝做伙生活300冬了，受到上帝欢喜，就你家己接去吼。但是圣经内面吼，无描写伤济吼，这是啥物意思？但是伊就有一句话写伫安尼，写伫这内面。所以对圣经的作者来讲，上帝看重的是以诺甲神的关系，所以他很简单的这样表达一句。若对读圣经的人来讲，咱来看的是啥物？就是上帝所看重的，也是我们需要学习看重的。我想重点会是在这。今仔日的亚比书吼，圣经伫即卷册内面吼，伊敢用2节来记载吼。虽然伫后面的迄犹太人在重建圣殿的时候，也有讲到一个名叫亚比斯吼。考古圣经学者。有些人同意这是同一个人吼，那有些人认为是不同的人。但是咱今仔日要来看这个祈祷吼，咱来做伙来思考下。我今日用这2节经节吼，第9节甲第10节，其实第10节吼，一般教会较熟悉吼。不知道我们古灵教会对第10节有没有很熟悉？有吼。亚比书求以色列上帝讲：愿你真实赏赐福气予我，开阔我的境界。愿你的手常常教我伫地，保庇我，无拄着患难，予我不致忧闷。这是一个真水的祈祷，真侪基督徒拢足欢喜。但是有一段时间吼，曾经有一段时间的教会吼，台湾的建教会吼。会摕亚比书的祈祷吼来诚做教会得到福气的祈祷，甚至是为着会友个人伫各方面提升的价值安尼。这个带出了一个什么影响吼？
我描述一下这段时间，因为我很常受到这一段经文的教导的时候，我的年纪大概是在大学的时候，我的年岁迄当阵，所以我伫迄当阵我伫外教派聚会安尼。所以迄当阵的教会牧师吼，就教着讲，咱要为咱的建堂祈祷，因为上帝要开阔咱的境界，要互咱会当去水阁大，有侪人来敬拜上帝的所在，等等这一类。迄当阵我第一摆听着，我嘛是大学生嘛，就觉得哇，要为上帝的福音大发热心吼，嘛感受着安尼，嘛就感动的。所以呢，延伸下去吼。教会爱跟等的需要钱，所以牧师就讲，你的工作若是薪水只有3万块，你就要为自己祈祷，要怎么样？要提升吼。至于是怎么提升，其实因为大学生，所以我其实只有听，没有想要太多去了解。就逐礼拜伫甲因做伙礼拜的时阵吼，其实嘛看到一直增长嘛。迄当阵的我嘛感觉啊，好棒好棒这样子吼，就好厉害哦！就上帝真的都是这样子在祝福吼，安尼咧祝福教会吼。但是当我伫神学院受训练真实到伫社会的工作来咧服侍生命的时阵，我嘛对这段经文有另外一款的反省甲思考。如果照着我刚刚的那一个教导的思维吼，我举一个可能的例子的祷告吼，让我们感受一下吼。咱若是基督徒的头家，咱会祈祷吼，用这段经文来替家己祈祷吼，特别是企业的老板，咱会安怎祈祷？咱敢会可能会祈祷讲，主啊，求你开阔我公司的范围，上好莫敢若是伫台湾，我要拓展国际，我要到日本、中国、印度、美国。越多越好，人客拢依赖我的产品吼，求你帮助我的公司，莫拄着烦难，钱哪赚哪济嘛袂歹吼。有遇到别的国家的法令或者是税务都不要给我太多的忧温吼，不至于受苦。这个还蛮合情合理的祷告嘛吼。对还蛮合情合理。我这样讲，我不是说这样不好但是我是要讲我教会会当安怎来反省这款代志？这个祈祷若是放伫教会福音的发展，咱会安怎应用？那么我相信，包括我做一个牧者吼，我相信咱嘛是会忙甲祈祷讲，求上帝来赐福咱的教会，咱人来哪济，相对的奉献哪济，事工哪济，听见福音的人会不会哪济？会吧，这是很合情合理的期待我不是讲咱唔通为着家己、为着教会、为着工作来安尼祈祷，我不是说不要，我只是要讲，我相信上帝将雅比书的记载放伫这段所在、这段圣经内面，不是只是为了让我们看一个锦上添花的祷告而已。我相信上帝将这段经文放伫遮，不是只是锦上添花的目的。一个有收入、有趁钱的公司，伊若一档可能趁1-2亿，伊袂为着另外一个2000万来祈祷尔定。所以我今日要甲咱做伙对第9章做伙来思考吼。咱看圣经一开始安怎描写一个人雅比斯吼，伊讲伊比伊的正兄弟搁较安怎？尊贵吼，尊贵这个词咱听起来，咱听起来，咱感觉安怎？感觉是一个有头有面的人吧？其实，在圣经里面会用尊贵来描述圣经的人物吼，譬如讲亚伯拉罕，譬如讲约伯，好，因的迄个时代，人类的社会迄个时代，因受圣经的描写，因是安怎？足尊贵的人。好，是族长级的人物这样子，或者是你是有智慧的人，伫迄个时代，拢会当用这个词来描写。但是我直接要讲希伯来文原文的意思在尊贵这个
在尊贵的翻译上面，伊还有另外一个意思，叫做叮当、沉重，或者是有重量。大部分圣经的翻译吼，伫中文内面都把它翻作尊贵。我后面的分享是安怎圣经的作者会选择这个翻译吼。但是若是照第9章的事实来讲，他有一个描述吼，第9章讲雅比斯比伊的正兄弟较尊贵，伊的老母甲伊号名叫雅比斯，意思就是讲，我生伊是安怎，真艰苦啊！我生伊是真艰苦，若是照这个事实甲这个文字的描述，应该是一个安怎？因为我没有生产过，但是我可以体会吼，如果一个宝宝吼，哇，在妈妈的肚子里面已经是3800克。会不会太多了？有点多哈，因为我出生大约是3100、3300左右。那早一点点的话，可能2800。所以我咧体会这个囡仔若是足大汉的，伫妈妈的腹肚内面就足大汉，是不是会造成母亲生产的辛苦？所以若是照希伯来文，另外一个意思吼，叫做很沉重吼。咱就会当想象到，这个囡仔吼是带互因老母是生产安怎？嘿，足无容易，足无简单的。所以伫以色列因号名的文化内面吼，其实甲咱台湾早期的号名的文化吼有一点点相像吼。我们或许吼很难想象亚比斯吼，圣经只用2节吼，安尼写伊，我们很难想象亚比斯到底是成长的过程经历了什么？不过我对号名的文化吼，甲咱做伙来回想一下。咱台湾吼有一段时间，将出生的查某囝、查某囡仔吼，女婴吼，拢会安怎号名？我可能没有，我可能有经历一点点尾端吧，可是没什么印象。因为咱台湾早期的文化是较茫生安怎，囡仔是较茫生后生嘛，也是讲查甫，所以若是生着查某，咱就会甲号名叫做蒙奇、蒙妖，也是招娣吧，嘿，招娣嘛。啊，我相信咱逐个人拢知影这什么意思。招娣就是茫讲啊，再生，再不知道几胎再来一个弟弟吧。啊，蒙奇就是好吧。加减嘛吼，因为以前的劳作需要很多人力吼，就蒙饲安尼吼。伫台湾看查甫囡仔比查某囡仔某一个时代搁较宝贵吼，所以即个加减饲吼，咱想哦，若是一个蒙饲阿姨吼，我只能称呼啊，因为我的年代主要名字就是雅婷，有没有？所以我要称她蒙奇阿姨这样子哦。嘿，蒙奇阿姨那是伫台湾的成长，那你当想象一下吼，她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成长？嘿，她出生的时候可能还不知道她名字的意思，对吧？啊，的爸爸妈妈周围的长辈拢叫阿蒙奇阿蒙奇，但是当伊开始去小学的时候。嘿，开始慢慢知道明白他的名字带给他生命的意识跟意义的时候，他无论考试考得再好，做任何事情再努力，在学校表现得再认真，他的名字永远都只跟他说啊，加减养，我觉得你做得很好。加减养，我觉得哦，你念书超认真。可能他回到家里面说，妈妈，我考了89分，说啊，加减养。不错，我觉得这个分数很不错，但是还有11分还可以再努力，这样会不会？您刚刚这个囡仔，人家要赞美他之前，他说啊，加减养。你觉得那个小女孩，当她慢慢长大，她的心情跟她的感受会是什么？对，给减嘛，你是可有可无。等到她假设她在她的年代好一点。做了一个进去一个公司，入去到一个公司，开始咧做工课。伊搁安怎较拍拼，搁安怎较认真？伊四周的人讲啊，可有可无，不错，我觉得你工作表现不错。或者是会不会他如果做不好一件事情，反正你也是可有可无。其实咱真学伫想象一个名
带予一个人一生的影响会是啥物款？检在亚比斯伫遮，上帝将伊的人生用2段的经节甲记录起来。但是我相信亚比斯他不是因为重男轻女的文化关系，而是因为他的出身，对伊的出身带予因老母的真艰苦。伊一生，因老母看到即个囡仔，毋管安怎搁较努力，搁较怎拍拼，即个老母叫伊的名的时阵，就想到伊带予伊真艰苦。对啊，亚比斯的意思是真艰苦嘛，等于就是把蒙奇阿姨跟亚比斯这个隔壁邻居放在一起的话，亚比斯去外面打猎要回来换个红豆汤，可能妈妈就说：“你让我真心痛苦，赶快去把厨房的东西弄一弄。”我相信，虽然亚比斯的号名甲蒙奇阿姨的理由，甲咱台湾号名文化无共款，但是伊的名所带来的影响，我相信甲蒙奇阿姨应该是差不多。因老母生伊真艰苦，痛苦得太深刻了。所以看到即个囝，就讲我生你真苦啊！亚比斯一生所做的代志，无论偌认真、偌拍拼，拢会因为互伊老母心产的痛苦，伊得到永远的回应，就是伊带互人的感受是真艰苦。对一个人来讲，这是无法度我靠家己去改变的命运。伊所做的努力，无法度得到肯定。除非有人将家己的心关起来，无真少人袂因为家己带予别人的痛苦来感受到不要紧，除非他封闭他自己，不然他不会那么没有感受。亚比斯为伊的人生做一件代志，互上帝透过圣经的作者将伊记条条，要互世间人看。即款的祈祷是上帝所应允的，伊为着伊家己的人生来向上帝祈祷。我相信，伫个内面，咱毋知是啥物原因，但是伫伊生命的内面，我相信伊无想要搁互家己的生命受到四周围的人的看法来受到捆绑，也无想要因为老母号命的缘故受到无好的影响。伊的自我形象，无搁想要再搁互人看到伊，就想到你互人看到你，就感觉真艰苦。所以伊的祈祷，伊对上帝的祈祷，放伫遮，诚做真好的提醒，也诚做真有气力的祈祷。它不是一个锦上添花的祷告，伊是伫上帝面头前祈求伊的人生要改变的机会。伊恳求上帝真实赐予福气，这个福气是人会当看见的。人若是喜乐，咱四周围的人嘛会当感受会到。伊向上帝祈求真实福气的生命，甲伊的名是无共款的。虽然伊的名，互人知影讲你这个人，就是你捌带互人真艰苦的感受。但是伊相信上帝福气若临到，即款的艰苦就毋是真艰苦，是另外一款对生命内面活出来的喜乐甲毋茫。其实我头拄试着描述蒙奇阿姨甲亚比斯可能成长的人生吼，我相信因对因家己自我形象的认识，多多少少嘛是会影响到因家己生活的范围呀。各位，如果你周围有那种每天看到你就愁眉苦脸的人，你检测甲伊毋是好朋友，但是你嘛也会什么很小心翼翼，也怕伤害他。那这个小心翼翼有时候是一种保护，但是时间久了，可能就会是一种什么距离感，人跟人关系、人我关系的距离感。自我形象会影响家己生活的范围、人际生活。一个人若是感觉做自卑的，其实伊嘛行袂远啊。一个自卑的人，其实在他的生活范围，其实他走不远啊。伊的人际关系会足下，
地教毋敢行出去。那必须伊为家己的境界，求上帝来开阔伊，这是伊对上帝来看伊家己的形象。伊无要用伊家己的眼光，受到犹太翕要来社会甲文化的概念来看伊家己。一个人对家己的认捌是卑微的，若是要入去到人群内面，其实是很需要勇气。一个人若是长时间对自我的形象，或者他被形塑的样子是很卑微的，其实他要重新得力，成为一个有不一样自我看见的人，真的很需要勇气，也需要支持。我叙述雅比斯对伊家己的命所受到的影响是负面的，所以才递到伊的祈祷，遮尔啊值得上帝来纪念甲应允。保庇我无拄着患难，互我无递到忧闷。在我看来，这是真实在的恳求。因为咱人平常时若无做啥物歹吼，其实嘛无有人会挑工来找咱的麻烦，对无？我们都嘛很希望平常不会被找麻烦，嘛家己是平安的。对雅比斯来讲，人生要踏出去，有一个介意过去成长无同款的未来，其实不只是需要勇气，伊搁较需要真正的平安。迄个平安的内容是无有困难甲烦难，阁有忧闷的。你若知影讲你明仔载要转换的职场，或者是你要搬家去到的城市，充满着威胁的时候，你的心会安怎？你一定会去插到，会足烦恼，因为你根本无法度控制，你只有感受到它是危险，可是你没有办法控制危险，迄个无平安。雅比斯的成长，检测有侪负面，毋敢是对老母来。其实咱每一个囡仔，伫外口、伫学校，也是讲伫家己的人际关系，的自我看见是对，首先是对哪里来？父母跟家庭。父母跟家庭，带着这样的认识，才去作为基础，才开始建立人际关系。所以对雅比斯来讲，这款无同款的未来，伊要踏出去，要重新重建伊的生活，伊需要平安。虽然我认为上帝有愿嘛会照伊的智慧来引传雅比斯大汉，这款的引传是伫困难中，上帝赏赐气力甲能力来互伊使用来面对，绝对毋是互伊有一个啥物失败拢毋免经历的人生。我相信上帝要赐给雅比斯的人生，不是因为他祷告，所以给他一帆风顺的人生，不会遇到患难的人生，而是因为他对上帝的相信。他踏出去的时候，上帝会赏赐给他能够面对问题跟困难的能力跟智慧。我相信这是对上帝的应允来。雅比斯的祈祷，我相信伊有侪属伫伊家己的压力甲困难，但是当伊相信上帝的时阵，当伊向上帝来祈祷的时阵，伫圣经的作者的描写，我头前有讲，为什么他后面用了？其实希伯来原文有2种翻译，但是为什么圣经的作者选择用尊贵来描述雅比斯呢？我相信伫上帝来看，雅比斯已经真做一个尊贵的人。当伊看到，虽然伊人生有原本他改变不了的事，不过伊伫信仰内面，伫上帝内面找求一个可能，另外一个可能的时阵，伊的人生，伊的性命伫上帝的目睭，在他的眼中，在神的眼中，伊已经是一位尊贵的人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咱敢也是有家己属伫你家己的故事，属伫你的困难甲压力，伫台湾的文化内面，伫你的爸母，伫你四周围的人，
对你的眼光。伫社会价值观、社会价值观，咱敢也是伫这中间在受无共款的烦难，直到互你忧闷咧。或者是你四周围你所关心的人，伊也有安尼的困难。我毋望阿比斯为伊家己的人生向上帝来祈祷，得到上帝永远改变的人生。你、我、甲咱四周围的人，也会当倚靠安尼的上帝来向伊祈祷。若是你即马无安尼的困扰，我为你献上感谢。进前因为我伫内乡基金会，其实我现在还是在那里。我伫内乡基金会的服务的时阵，伫遐咧工作，互我知影伫台湾，其实有一寡的囡仔，伊毋是因为互老母生产痛苦的缘故，也毋是因为伊是查甫还是查某的原因，但是因的性命来受到影响。因是因为家己原本的家庭，还是讲老母有侪侪苦衷，所以无法度互即个无法度互遮个囡仔伫家己的厝内安心来大汉。他们不是一群不被疼的孩子，只是他们的父母有他们的困难跟限制，伫即个时阵无法度甲因忧饲。在立新的服务里面，即个方案叫收储养方案吼，总是。上帝是人民人的，人民性命的上帝。伫社会顶面有侪侪人、侪侪所在，也诚做上帝所使用的器皿，来疼惜遮的性命。透过政府甲民间的努力，将侪侪囡仔甲无血缘的家庭配合做伙吼，互因诚做一家人来安心大汉。所以伫这几年的服务的经验内面，我也看见也感受到，有真侪所养的。老爸老母，因想要将老爸老母这个角色安怎扮演好？虽然是收养的吼，收养的，总是因嘛有做这个决定了后，因家己嘛是有对这个社会期待所受到的压力。他们对自己也有当父母的期待，他们也想像一般自己有生小孩的父母一样，好。表现得很好，就像自己生的父母，但是总是跟我们一般有血缘的家庭的父母也一样，咱拢有侪侪不完美的地方，我们也是孩子眼中不完美的父母。但是大家，我觉得在这里面，我所看见跟体会到，大家相同的是都很努力，跟大家相同的是，因的家庭。因所打拼要经营的生活的方式，拢需要得到上帝赏赐的祝福。伫基督做牧师，会当替因伫上帝面前祈祷，毋望因所得到的，毋敢是服务，毋敢是回应因性命的需要，搁较侪会当知，咱的性命不是只是被限制在这个文化里面，咱的性命不是只是被限制在你的能力里面。咱的性命会当有愿望，是寄望伫有一位人民人、疼人的主上帝面前。我用这个小小的社会的角落的故事的体会来跟大家分享，原因是这只是一个部分，但是我相信咱在座兄弟姊妹，伫你甲我生活的四周围，咱其实还阁会当看到侪侪。受到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在受苦，受到这个社会文化的压迫，不管这个文化背后是权力、地位，还是身份条件，还是讲有侪侪伫生活中打拼，但是因抑佫看袂到毋望的人，就伫你我的身躯边。这个人是咱教会需要为因来祈祷的人。因甲阿比斯共款，需要一个上帝赏赐的机会甲应允。检采，你嘛是迄位需要上帝开阔你性命的人。若是安尼，我也会为你祈祷，上帝的手常常甲你伫地，
保守你无受患难，无受艰苦。亲像雅比斯即个祈祷，咱若毋是知影家己性命有欠缺，那安尼即个祈祷就无有开来，也无有遐尼大的影响力。即段经文对咱教会来讲，对已经充有上帝满满恩典的教会来讲，咱敢也阁是为着家己来祈祷的。但愿我们不要容易成为一个拥有很多却寸步难行、信仰难以实践的基督徒。希望我们不要成为这样的基督徒，也不要成为这样的教会。但是咱毋望咱心内当相信，